南语和客家话，我们用2首歌曲，都是母语的歌曲去参加比赛。那客语组就得到了首奖跟现场演出奖，然后河洛语组就得到佳组。口头禅和生活。给用为安熟面，上头东冲代表村的三叔朋友田。客家人要讲一段闲话家常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个发语词今天钱又掉了之类的。新竹县的高中学校大家都讲客家话，然后我们如果要融入他们，要知道他们要去哪里，他们都会用秘密讲秘密，都用客语加密的，我们就慢慢破解。从生活取材，唱出对家乡的情感。黄子轩和 Ken 共组的暗黑白领阶级，拿下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客语组首奖，还一举拿下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，独立制作，大放异彩。我常常听到人家讲说，其实客家音乐也很好听。我觉得这句话就有一个隐藏在后面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表示你们本来都觉得客家音乐很难听。此曲创作超过10年，客家民谣曲风获得肯定。黄子轩希望不是定型。你还应该新的创作我说很好听的音乐，他说这是我新的创作，这是海陆香讲亚音爱情的创作。海洋音乐季也获得评审团大奖，两人持续专注在音乐表现，放大共鸣效应。准备上课喽，你学会了吗？讲好听嘅音乐，也係藝線嘅創作。講好聽嘅音樂，也係藝線嘅創作。謝謝宗儀老師。